咁啊，呢一條片咧就正式講下點樣去計一個完整嘅題目啦。咁我哋會有3個例子嘅。咁呢一條片咧先講第一個。咁我哋交稅嘅時候咧，除咗交過去一年嘅費用啦，其實咧要預繳埋下一年嘅，你要乘二嘅，即係可能政府驚你走佬咁樣啦。咁所以啦，我哋會點樣做咧？我哋先計咗今年要交幾多先，我哋會乘以二，再減翻上年暫繳嗰啲已經喺你個戶口裡面㗎啦，你扣翻。咁啊，嗰個就係實際上你今年要交嘅數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扣完之後係一個負數，係咪退稅退翻俾你咯？咁嘅意思。咁然之後下面咧就係嗰兩個方法點樣計啦。第一個就係累進稅率，咁我頭先講過啦，就係你先計咗應課稅入息實額先，再用嗰個數去運算嘅。點樣做咧？你將嗰個數係咁樣拆開做5萬，最多可以拆做4個5萬咯。然之後剩低嘅數目咧，全部都撥落去最底嘅嗰一層叫做餘額。第一層5萬，我哋會收其中嘅2% 作為稅。第二層收6%，跟住10%、14%，最底嘅餘額全部都收17%，加起去就係㗎啦。嗱，我陣間會示範嘅，望落好似好複雜，其實好簡單嘅。第二個方法，標準稅率就係用個總入息淨額去做。你計完個總入息淨額，你只需要分2層。第一層就係頭500萬，你乘翻15%就係要交嘅稅。仲有剩嘅話咧，全部撥落去餘額，再乘16%，咁樣去計嘅。咁呢一個就2層嘅方法。以前咧佢得1層嘅，不過後尾可能政府唔夠錢，咁所以整個2層都有少少累進嘅意味落去，咁就可以收多啲稅。咁我陣間個例子咧就會用晒2個方法去計啦，睇一睇邊個低啲。低啲嘅嗰一個咧就係你今年要交嘅稅項。咁個例子係咁嘅，黃強月薪38000蚊，咁啊冇話佢有冇結婚啊，有冇話一齊報稅嗰啲啦。咁我呢一度咧就會當佢自己報稅，月薪38000。咁啊要供養一個咧19歲讀緊大學嘅妹妹啦，一個57歲同住嘅媽媽啦，同埋61歲同住嘅爸爸。咁如果我連埋暫繳稅款，佢應該交幾多稅？咁我哋逐個部分去睇。第一個部分，全年入息總額。總收入就咁38000乘翻12就可以啦，因為佢冇話有啲咩佣金啊、花紅啊、13個月糧等等嘅。咁啊38000啦，乘翻12，咁就會係456,000。好啦，Part B 啦，應課稅入息實額就係講緊，只要喺個表裡面2個表都扣得嘅，得唔得？2個表都扣得。咁我哋嚟啦，本身總收入456000。第一樣要扣嘅嘢就係基本免稅額，人人都有份嘅，每一個人132000。咁呢個係基本免稅額啦。然之後啦，供養嘅一個讀緊大學19歲嘅妹妹，如果你去翻前面個表，嗱望一望啦，供養兄弟姊妹每一名咧係37500嘅，咁所以你可以扣翻37500。咁呢個就妹妹啦。好啦，再嚟啦，母親啦，嗱，母親係57歲，佢喺55至60嗰一層係會扣25000嘅。然之後因為同住，你可以扣多個25000。咁呢一度咧，我會寫25000蚊乘2嘅。咁呢一個就係同住母親嘅部分。再嚟啦，61歲同住嘅爸爸，咁啊61歲，因為喺60歲以上咧，咁你可以扣5萬啦。同住嘅話，再扣多5萬，咁呢一度我會寫5萬乘2嘅。呢個係同住嘅父親。咁啊嚟到最後啦，頭先我都講過噶啦，有一樣嘢佢未必提你嘅，就係個 MPF，你要自己記住扣翻去。佢月薪咧過3萬噶啦，咁所以每個月收1500啦，一年咧就18000嚟嘅，扣翻18000蚊 MPF。咁啊應該冇漏啦，我哋可以撳機。咁就係118500。
好啦，Part C 啦，總入息淨額就係你個總收入淨係可以扣除表裡面嘅嘢。咁你望翻啦，呢一紮有邊一啲係扣除表嘅咧？淨係 MPF 喺扣除表嘅。呢四嚿全部都係免稅額表，咁所以你計總入息淨額嘅時候咧係唔減得嘅。你就咁456000減18000咧就冇啦。咁就係438000。咁啊，去到呢個部分咧，其實同上一個例子冇分別啦，你應該都識得去計噶啦。咁啊，新嘢喺邊一度咧？新嘢咧就係接下嚟啦。Part D，累進稅率下個稅款幾多？嗱，你立翻頭先嗰個118500先，你個應課稅入息實額。頭先講過，我要將佢係咁分做5萬5萬咁樣一層嘅118500，你可以點樣做？我可以分做一個5萬，我可以分做兩個5萬。咁啊，最後啦，仲剩低嘅咧就係18500啦，即係話你最多分做3層。然之後你揭翻前面望一望，第一層我收幾多？我收2%。第二層我收6%，第三層收10%。其實有啲捷徑俾咗你㗎。如果你第一層咧5萬係攞足嘅話咧，2%就係1000嚟嘅。佢右手邊咧，其實幫你計咗少少，等你快啲。不過我哋唔理啦。第一層收2%，第二層收6%，第三層10%，加起佢，然之後撳機。咁你會撳到咧5850嘅。咁呢一個就係累進稅率底下你要交嘅稅。好啦，咁標準稅率點咧？你就立住個總入息淨額438000。嗱，正路嚟講要分兩層嘅，頭500萬同埋剩低。咁但係呢個數遠遠都未到500萬咯，咁所以全部都食晒落去第一層。咁第一層收幾多啊？你又可以望翻前面咯。第一層我哋係收15% 嘅，15%。咁所以你就咁438000乘翻15%，然之後撳機，你會撳到65700。咁呢一個就係標準稅率底下你要交嘅稅。咁我頭先講過啦，兩個方法計完之後咧，我哋睇下邊個低啲嘅。你會見到累進稅率嗰個低啲，咁所以我哋就會交呢個金額。但係未完，最後記得我哋係要交埋暫繳嘅。咁所以你要將呢一個數乘翻2，5850乘翻2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上年又預繳定今年嘅，你戶口應該有啲數噶嘛。你係可以扣翻嘅，咁但係題目咧，你望翻佢冇特別講上年預繳咗幾多，有幾多剩，咁所以呢一度咧，你唔需要減啦，你就咁5850乘2，咁就11700咯，就係最後你要交嘅稅款，咁啊做完。咁啊呢一個只係第一個例子啦，咁我哋接下嚟咧兩段片會睇多2個例子嘅。咁啊，基本上你做幾個例子，你就完全明白成個流程點樣去做噶啦。咁我哋下一條片繼續講。